一只会浮、速度搁紧的牌仔，到底是要安怎做咧？高雄这项趣味比赛，今年就有50队来参加，就连这个看热闹的人嘛介侪。 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大声为家己的队加油，可惜运气无啥顺，用花顶铁架顶废弃物做的船，一落水就开始散去。搁有国小学生用杆仔顶回收物做环保的船。保特瓶也都是社区回收厂里面去捡来的，所以大部分都是从社区来的，或者是家里。每个都是独立设计，所以那有18个独立桶，那浮力上是没有问题。疫情期间停办真侪档的做牌仔比赛，这摆因应黄色阿米亚的观光热度，18重新转来高雄爱河，荷花顶是真侪队伍的牌仔，有人用纸箱拼接，顶悬搁有高雄茶山的特色造景，搁有兽医使用台湾重要的两鸭品种赤色菜鸭做造型。皮蛋啊，然后跟咸蛋啊，这些都是鸭蛋，但其实大家很少知道说，哦，其实这个来源其实是一种就是非常重要的品种，叫褐色菜鸭。这样啊，想说借这个机会，可能可以跟大家稍微科普。做牌仔比赛，拿拼创意嘛拼速度，有的队连洗身躯的骹桶拢搬来，选手坐伫海来海去的骹桶内底拼命向前，摕到这轮比赛的第一。参赛者都带着无限的创意，用这些环保的相关的器材来造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小船。无落水进前，谁拢唔知影家己的船会使挡偌久。这摆比赛吸引各地总共50队来参加，对国小到社会人士共同比赛亲近水域，嘛伫用废弃回收物做牌仔的过程当中，培养环保的概念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